生肖屬蛇嘅人，今年由於命宮中凶星眾多，而吉星寥寥，導致流年運勢相當低迷，喺各方面都必須步步為營，謹慎行事，切勿輕舉妄動，以免陷入更深嘅困境。事業運、事業發展將面臨諸多挑戰，受亡神凶星影響，警示你今年容易感到工作情緒低落，對前景感到迷茫不清，常有失落之感。請務必謹記，越係喺困境之中，越要認清方向，振作自強，否則好可能喺競爭中被無情淘汰。同時天官符凶星入宮，警示今年唔單止容易招惹小人，亦都容易引嚟官司是非，因此行事必須循規蹈矩，奉公守法，切勿心存僥倖，以身試法，以免有牢獄之災。此外，應主動遠離嗰啲會帶來負面影響嘅朋友、損友，以免受到牽連拖累而惹上麻煩。喺工作方面，建議你盡力改善人際關係，避免因樹敵過多而讓自己寸步難行。請牢記，冤家宜解不宜結嘅股份，以和為貴。事業貴人，生肖屬雞同埋屬牛嘅人，係你今年嘅重要助力。若能同佢哋真誠合作，同心協力，將有望幫助你衝破困境。事業吉利方位西方，有利行業，從事與水或金相關嘅行業相對有利。財運，今年嘅財運持續低迷不振，正財收入不穩定，而且可能會有好多意料之外嘅額外開支，導致財務壓力增加。你必須盡量節省不必要嘅開銷，及早儲蓄以備不時之需。健康運，健康狀況看似平穩，實則不然，似是而非。肝臟同腎臟容易受損，必須確保有充足嘅休息，切勿過度勞累，以免積勞成疾。感情運，今年你嘅情緒複雜多變，喺感情上較難同異性建立深厚嘅連結，周遭嘅閒言閒語亦比較多，使到感情發展好事多磨，波折不斷。建議你對感情問題盡量睇開一啲，順其自然發展。